好，分享真到现从今年后空比波波本大家第一咧，就系阿甘精神发展协会吼主办的咧路这位发通哦吼，青春的路吼，大家向下来行咯吼。今年来小街道的咧吼，甲下邓导游小街的就系早晨吼下主条的时间啦吼，会有咧嘉年华的发通哦，像夜拜啊吼也做咧看到也海报咩，也海报有公道的就系按不死条的路线，运用的来走啊嘛个，唔过咧。20条的时间下注吼，每位有精彩的嘉年华的内容，还有发通的地度，都得老抢一下好讨厌咯，大家小记一下嘛吼。佢你下注吼2点开始吼，有分两只方式，一只係創意市集啊，哦創意市集。園遊會嘅形式就錯嘅。有20-30攤嘅嘅攤位吼，嘅導遊醫師吼，韓國呢，嘅下注吼2點到5點嘅地方吼，就有2場表演吼。表演嘅上半場就比較青春歡樂派，上半場。嘅下半場呢，就係你客家嘅東方民營茶，躺起來呢就較無腔央，就有比較典雅嘅方式。所以也順來吼也可以從嘅也舞文弄墨嘅，來寫詩嘅係冇。OK， 香港其實吼，你按到應該叫做沒舞文弄墨，應該是舞茶弄墨。你吼，給爽感茶，對，舞茶弄墨。如果我會請4個西嘅書法家，佢吼，我寫了你倆詩吼，還有你倆擺個主題嘅詩吼，寫本大家用了行書、草書，還有楷書。那個隸書哦來寫，然後邊下呢，還有一隻嘅崇右技術學院嘅演藝系嘅學生咧，佢會啲嘅比武，用芋頭嘅方式，帶出你哋客家嘅上感茶，當天差唔多加了一隻 opening， 一隻開場吼，差唔多有3分鐘左右，哦一隻 opening 吼，帶出來後生嘅就較青春歡樂嘅上感茶，就後生嘅。同行呢，還有咧結合兩派嘅崇右技術學院嘅演藝系嘅學生咧，佢哋會編一些舞蹈，然後結合有關係咧就錯嘅。係老啲上感茶有關係咧，當場咧吼就當場，佢哋都有意境嘅感覺。然後呢吼，嘅上感茶嘅達人吼，佢就會先從做釀嘅製作了出嚟，頭先講嘅硬殼嘅嘅了上感茶吼，係啊，佢會先從來做表演吼，先從韓國一本大家來做體驗，然後體驗完了，我嘅學生嘅吼，現在上半場吼，我記得我老幾有一場服裝秀，服裝秀呢，服裝秀就較傳統嘅吼，佢會帶點吼講嘅上感茶，用你客家嘅概念哈，特別你客家人啊，嘅產業道路啊，嘅山上全部有茶田吼，會有奉茶。你啊上感茶莊吼，製作嘅本大家體驗睇以後，佢會得到啲茶吼，本你嘅鄉親朋友大家。嗰個又係連電有關係嘅，一隻差唔多上半場1點鐘嘅時間吼，那就安排了差唔多有差唔多5台攤。本大家地道誒咧也就文化就對了，也產業文化啦吼。嗰個一開始就有也舞茶弄墨啦吼，服裝秀啦，還有也上感茶係結合嘅啦，還有奉茶係咧形式係冇？沒就講你茶。做開大家去啉嘛，本大家體驗一下，你上感茶係乜嘅面試？嗰個也做上感茶吼，去報名係有人數嘅限制嘛？現場嘅時間。現場吼，係愛體驗咧吼，可能也都冇咁多啦，可能帶差唔多70-80隻嘅副頭感。嗰個去夾到係冇？係啊，咩係啊？記住個其他人嗰行實係多嘅上感茶。係領未到啦。係啦。嗰個清明嘅時間就係青春熱舞，係冇？即係現代嘅。係，咁學嘅大家吼，老鄉親大家吼，你嘅舞蹈老師呢，佢會教大家一些舞步，吼，老咧他後生人，他喜歡呢嗰種嘅舞曲，對，然後佢帶落嚟大家吼，青春熱舞。嗰個也看到嘅亞洲節就係啲客家文化主題公演就錯嘅。係。亞洲節50錢嘅啦，吼，大家記得。大家向下來。亞洲條嘅也係50錢。大家向下來對好嘢，吼，韓國來接觸了啲客家
较无中央嘅文化啦。不过刚才有讲到吼，要有写诗咩吼，要老呀茶的文化吼来结合伊来诗，通讲有新嘅诗来发现嘅，即个发明嘅嘛，所以来小记下。好，你啊呢，主要没有你头分哈，跟亚太技术学院啊，好，亚太技术学院呢，好，记得好。发明两只诗，了做那种茶艺、老陶艺结合到乡下，佮我想问乡观众朋友呢，两只诗应用的音，唔记得有啲冇？迄看起来迄咧茶吼，照片迄咧茶，优素片迄咧同捏头的笋，迄边就做树上咩？系啊，叫做你啉茶，佢听你客家话讲。肥的就是陶嘛吼，陶艺嘿啊，就讲你福建呢，其实加量加福建有个茶艺系，又有陶艺系，你摆就讲，你阿干呢发通吼，就老了福建做产学合作，你要提一步，希望讲，你福建其有按用咧创意，韩国老了，你苗栗吼，苗栗土种没有太地做客家种嘛，客家人做起20世纪初吼，全部种茶，哦，给两边呢，就讲老了上半场嘅酸甘茶，下半场嘅东方美人茶，佢有哈冇中央，我唱嘅福建吼。连续3届就拿到全国第1名嘅陶艺拉胚，嘅东奖嘅什么哦，已经念大四了，佢喺啲现场吼做拉胚，做陶艺的拉胚，吼，乜佢唔記得來吼，乜看得到，記得學生嘅作品嘅頭，哇，古時候唔限希望，老太家講，一隻詩就係用啲日白發通爭油嘅係冇，限希冇，係一開始啲好舊嘅都佢發明可能發明啲槍有年人嘅，年人嘅就錯。係啦，跟我就知道講，伊神器啊，係啊，啲家啲有專利啊，家啲是，我知道。你嘅文詩吼，就研發明出來啦，看久嘅吼，音關嘅唔可以聽出，韓國兩隻詩用嘅音。係，睇下個看一擺有嘛？伊咧茶伊咧頭吼合起來吼用嘅音哦，吼睇下上一下，吼也可以老太家講嘅係冇。其實如果咧較睇起來吼，也可以幫睇做啲地道吼，就會好有看到嘅就係一隻詩係冇，一隻詩按你下起來動講嘅吼。係啊，你毛筆是嘛下一講哈，就很多潮哈，潮吃熬潮，你喺後生人懂會講，你好潮哦，可以多帶係乜嘅意思咯？後生人嗱我講咩啊？懂時行嘅意思係啊，懂時行，懂流行，很時髦啊！你好潮係冇？哦，就好，其實乜老了後生人嚟 get 他去了。你要說茶是吃茶，是吃，也就是陶就特熬陶，它就吃茶，特熬陶叫潮。順沙哇，唔講呀潮呀，隻詩嘅話吼，佢意思就係茶，然後呀陶藝啊，結合嘅文化就做嘅，喊做潮，哇，同貼片呢，嗰個日本後面有貼片就係老呀同到嘅學校地度嚟做咧結合就做嘅，就要咧發展呀茶嘅文化，還有呀粉啊，或者一統一文化，肥嘅文化就做嘅。剛剛有講到嘅動作，就係除咗呀嘅茶葉以外咧，其實呀喺松板蟲嘅吼，還有同到無香用嘅法通嘅做啲小嘅，還有搭水鼓呢，下班蟲嘅時間。下班茶吼，跟大家飲茶，當然二來本大家邊喝茶，就像你條擺啲嘅歌廳樣嘅吼，學嘅飲嘅茶，歌廳冇好咯，太舒下啦，太舒下，係啦，哦，就講我本身有放音從客家說言團，差唔多有10多年咧，我就利用呢擺吼，有說唱啦，有。咪做嚟推廣一下啦。係啦，客家嘅，主要本跨界本其他嘅鄉親吼，來感受一下，你其實你嗰種嘅。文化主題公園吼，今年一度睇書啦，主持人又按重名咯，你講係吼睇書下，條擺去狗堂呀，唔是罰錢，又有茶好啉，又在可能你說唱打嘴鼓，唱到你客家嘅傳統老現代流行嘅歌謠。啊，嗰類要無共用，加係順感茶，又係碰逢茶。係啦，沙下來吼，就東方美人茶，你頭擺是講碰逢茶，用東方美人西澤詩吼。較講共用吼。千件當講，東方美人，我先件想，第二就講，我就
请个你个服装设计师哈，给来设计哈，它时尚的晚礼服。但是晚礼服，有客家意象哎，跟上半场是比较传统的客家衫，下半场呢就哈某用的晚礼服哈，来做一个秀，可以了，你客家衫咪真叫做按家。韩泰有茶做得领啦吼，有韩国我哋走秀的领吼就做得领。还有个亚太竞选，他们有茶艺系，跟学生的哈，差不多有7、8个会现场做你客家的茶道。茶道茶艺啊，太家讲日本嘛个茶道，你客家嘛做咧创造你客家的茶道，比如泡了乌龙，个叫东方美人茶，搞太家用的泡，其实淋茶係有幾個學問嘅，有你按你直接按你淋就好誒。韓國咪會先批一下，先批一下幾個米通用嘅針淋啊嘛個。迄太家上的好吼，就3天119下注下半場來看，個亞太創意技術學院個茶藝系嘅學生誒，佢用嚟表現你客家嘅無同樣嘅茶藝茶道，韓國服裝你客家嘅晚禮服秀。睇下周青就做得翕相啦，係冇？做得。翕相看啊，看講嘅東西，睇下就上嘅撲下來咩？係啊。東西冇講，你客家嘅東西哦，加兩擺吼，係啊，佢329兩按用嘅皮費吼，本後生人可以用嚟落來，哦，做得搭搭到。因為韓係有動到嘅人吼，就啲度講到客家吼，韓係較傳統啦吼，像鄧島啊啲客家文化吼，耕耘嘅按多年嘅吼，唔係啲度真正懂困難啊，因為太大刻板印象啊。就吃到客家就會衝山歌較多有冇？跳呀採茶舞啊嘛個，其實亞下已經有動到冇共用嘅變化啦。你下主講結合了阿甘是休閒運動跟文化產業結合，蹦出新的步伐，真經咧，歷史中一擺吼真經動腔，青島嘅鄧島，就結合嘅動好，行起來呀。松板蟲吼就係呀20條嘅下豬條嘅發通真經動到啊，動到大家就唔會知道清無聊咩。假使你去參加安普10條滷酒嘅人吼，就做得下豬條就開始落先淋茶，淋睇嚟歇困一下，等下就做得嚟酒就錯嘅。唔過又喺路線吼，家下有講到係5公里咩吼呀。歷史上喺知道呀5公里嘅路線吼，係有規劃過嘅，含係講，因為呀頭擺時節吼阿甘咧，滷酒嘅發通吼，走進就係10公里以上嘅咩吼，較加吼，呀擺哈呀5公里吼，家下講過嘅就係走神奇嘅，唔講有冇有安尼嘅想法吼來講，大家走神奇來走好高嘅咯。因為吼去年吼，我哋啲吼人員天數當到嘅走神奇嘅滷酒，其中上。cái安普石頭嘅滷酒吼，cái喺熒光棒吼，就冇種嚟就丟在路上，安尼冇環保。那所以我哋就想吼，你要本大家有一個環保安全嘅安普石頭嘅滷酒。哦，古時候就喺安普石頭就有熒光嘅，設定路送本大家，還有5公里，聽出動安全就錯嘅。古時候也擺吼也就係夜跑嘅發通吼，咩結合嘅20條嘅嘉年華哦，睇起來真勁動澎湃吼，還有乜個精彩內容咧，也下先來也可以下定下報本大家啲哦。